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Lily 啊。好多時候客人對名著有一定嘅誤解啊，佢以為所有嘅單位都係睇正南嘅維港景。其實佢一層 typical units有11個單位，可以環迴睇到香港唔同嘅地標同景觀㗎喎。而今日我要同你介紹呢個可以俾你睇到海市山景，24小時都會變化多端，非常之吸引同埋迷人㗎。唔知你有冇興趣同我一齊入嚟了解下呢？記住登入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撳訂閱 subscribe， 然後撳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每一集精彩嘅內容啦。今日要同你哋介紹呢個單位正處於名著嘅中層 L 室，實用面積1133平方尺。佢係兩房套連埋工人套房之餘門口旁邊亦都有一個接近30平方尺嘅收納房㗎。所以整體係房大廳大，收納空間亦都係好充裕同埋斯文㗎喎。事不宜遲，同大家一齊入嚟了解下呢個優質嘅租賣盤啦。今日要同你哋介紹呢個單位一層係有11伙，扶持有3個升降機㗎。嚟到呢個走廊位係咪以為 Lily 今日帶你睇酒店呢？ No， 其實名著樓下4至24樓正正就係 Hyatt 酒店啦，所以喺度住到攰攰地、悶悶地，好適合約埋3、5知己落去樓下揩陣 tea 傾陣偈㗎。今日我要介紹嘅單位喺呢度，我哋一齊入嚟睇睇啊！入到嚟，我哋首先嚟到呢間屋一大賣點之一啦，就係呢一個玄關位，絕對可以保留屋裏面住戶私隱之餘亦都可以做一個大嘅收納櫃或者鞋櫃做到上頂，所以收納空間係極之充裕噶。而門嘅後面亦都有一個28.6平方尺嘅收納房間，而且樓底一樣咁高，仲有埋冷氣設備。如果俾着我呢度攞嚟放紅酒啊，同埋放珠寶都幾唔錯噶。好啦，講咗咁耐，我哋一齊睇睇個明亮嘅客廳先。呢個廳非常之寬敞，長形嘅佈局，大概係210平方尺，闊度分別係9.9尺，長度係21.1尺。喺呢度窗台位置望出去可以睇到無敵嘅海市山景，非常之震撼開揚噶。而呢一度日與夜嘅變化，亦都係好多端，亦都係非常之迷人吸引噶。夜間嘅時候睇到萬家燈火喺度亦都係非常之珍貴同埋好特別噶，所以都幾多外國人中意住喺名著係睇呢一個景觀噶。而窗台位你記住唔好嘥，因為呢度亦都可以加啲軟墊喺度坐喺度睇風景，完全用盡晒噶。呢間屋樓底高度係有10.1尺，整體成間屋都係非常之方正好用噶。我哋睇睇近廳第一個房間啦，呢間房大概有93.2平方尺，闊度分別係8.5尺，深度係有11尺。整體成間屋望出去都係同一個海市山景，一樣咁震撼開揚噶。而且成間屋樓底夠高，採光度絕對一流。呢間房咁闊落你想放雙人床啦、大衣櫃同埋大書台絕對冇問題。另外你想放埋鋼琴都絕對 OK 噶。睇睇主人套房啊，約莫係248平方尺 L 型嘅間隔，喺度望一望，你哋睇下，絕對可以俾你做到4邊落床，加埋床頭櫃同埋梳妝台嘅效果噶。呢度望出去同樣都係震撼開揚噶，非常之舒服。同樣呢間房個窗台位更加唔好嘥啊，一樣可以用得盡噶。如果新婚夫婦啊，啱啱生咗小朋友呢度放埋 BB 床同埋 BB 用品都絕對冇問題噶。呢個衣帽間位都超過30平方尺啊，非常之闊落好用。你可以做一個訂做嘅大衣櫃啦，或者做一啲 L 型嘅衣架位啦，喺度晾衫收納嘅位置係非常之多噶。係咪啊？真係好好用咧！整體望返成間房係非常之闊落噶，所以你放嘢完全唔需要頭痛噶。浴室嘅位置有齊淋浴同埋浸浴嘅空間，淋浴嘅花灑位亦都有按摩浴嘅功能。放工返嚟疲累嘅你，絕對可以喺度浸一浸浴，減下壓。嗱，睇多次個房間啦，真係非常之闊落噶。喺尖沙咀九龍站一帶真係極少數會有咁寬敞嘅兩房單位噶。
corridor 旁邊亦都有一個客廁嘅位置，同樣都係保養得非常之新淨。呢度咧主要都係淋浴嘅空間，亦都係好闊落㗎。好啦，我哋一齊出返去，由另一個角度咧睇返呢個客飯廳啊！你可以睇到咧，整體成間屋除咗係方正之餘咧，就係非常之光猛。而呢一間屋樓底高咧，絕對適合你放一啲長形嘅燈飾啦，又或者咧大件嘅家私啊，同埋裝飾品，絕對冇問題㗎。我哋睇睇廚房位啊，櫥櫃嘅位置咧都係重新裝修過嘅。喺呢度望出去咧，都係睇返同一個海市山景，非常之開揚舒服。收納位置咧，亦都係好充裕，而且工作台位咧，亦都好闊落。同樣有齊咧明火煮食啦、抽油煙機、洗衣機、焗爐、微波爐同埋雪櫃嘅裝置。最重要咧，個廚房係好闊落，基本上2-3個人煮飯絕對冇問題。裡面仲有埋個工人套房。未計浴室位咧，都接近成34平方尺㗎，非常之方正好用，絕對可以容納到2個工人姐姐。裡面仲有埋獨立嘅浴室設備之餘咧，仲要係有冷氣㗎，所以咧呢一間工人房絕對係星級工人房嚟㗎。呢一種優質放租放賣新淨嘅盤喺市場放盤咧，相信好快就一閃即逝㗎啦。最重要難得係有樓睇。又啱啱咧裝修好，有興趣嘅話，歡迎隨時聯絡我 Lily 約睇啦，唔好等通關先打俾我啦。多謝你哋嘅支持，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